喺香港，如果你想買一套有花園有天台，仲可以睇埋星星嘅獨立屋，唔通真係要去大埔或者西貢咁遠嘅地方？今日帶大家嚟睇一個隱世豪宅，元朗屏山南屏匯，而家改咗名啦，叫做晉康園。呢度唔單止有低密度嘅洋房生活啊，最厲害嘅係距離輕鐵站咧，居然只係行幾分鐘嘅路嘅啫。成個屋苑咧有8棟 house， 而實用面積咧係大約2300尺至到2600零尺。佢哋嘅設計並沒有平台或者露台，每間洋房都包咗2個有蓋車位。呢條影片咧同大家睇就係5號屋。一入到門口咧，一個超高嘅特高樓底嘅客飯廳啦，空間感直接拉滿啊！推開咗個玻璃接門之後咧，就係你嘅私人嘅花園啦。上到嚟1樓咧就係飯廳，空間夠大，招呼埋啲親朋戚友都冇問題。嚟到2樓咧，有2個套房，今日嘅陽光超級猛啊，都同大家上嚟天台望一望，360度嘅視野非常之廣闊。如果你都想喺繁華香港擁有一片屬於自己嘅寧靜天地嘅話咧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或者 PM 我，可以了解更多現樓嘅資訊。留意我嘅 channel，帶你睇更多嘅樓盤。歡迎 like、分享同埋關注我。